440尺三房單位終於起貨，中古風設計今次揀選咗亞式木紋地板，硬裝家私用米白色同桃木色做相互映襯，令整體多一絲柔和家居感。玄關左側做中空嘅鞋櫃連頂層儲物，鞋櫃5層分隔，確保夠晒4人家庭使用。我哋同時利用咗玄關櫃做咗一個組合式嘅儲物加睡房空間，上層有氣窗通風，下層整個空間都可以用來擺放大型家居物品。沿住爬梯入面可以放到3尺半床墊，空間都不會太過局促。客廳中間位置預留咗放飯台，所以正對嘅牆就做設置餐邊櫃，充足層格同3隻櫃同樣可以當客廳嘅主要收納空間使用。最入面嘅窗邊位置會放沙發同電視，吊櫃底加配玻璃展示櫃連暖色燈帶，地櫃做凹槽方便之後整齊收納各種電線同小電器。係電視櫃旁邊嘅就係今次單位嘅主人房，比起客廳更簡約嘅木系設計。入牆式4門到頂衣櫃，入面配3個櫃桶收納同3個掛衣間隔，4尺油壓床同3隻櫃桶進一步增加儲物空間。嚟到第二間嘅就係客房，空間相對細少少，可以容納3尺單人床。硬裝主色搭配就揀咗型格活力嘅炭黑色，直立式黑框透明玻璃展示櫃，同樣嘅可儲物式油壓床櫃連3隻獨立櫃桶。廚房吊櫃同地櫃就繼續沿用客廳嘅中古風式系設計，牆身就用淺灰色雲石紋瓷磚增加層次感。台面窿位預留之後安裝雙頭電磁爐，吊櫃都提前安裝排氣管位，隨時準備連結抽油煙機。最後帶大家睇埋浴室裝修細節，智能鏡櫃照明防霧，方便沖完涼使用嘅時候不受影響。琥珀式雲石紋瓷磚高雅簡潔，鏡櫃同地櫃承包浴室收納所需嘅空間。弧形黑框霧面玻璃月屏，雙開式設計能更有效節省空間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3有嘅觀塘門市睇下。